萬能萬字積寶係全世界獨一無二嘅數字遊戲，佢能製造更多贏大獎嘅機會。萬能萬字積寶只係一種簡單嘅遊戲，你只需要從0000至9999之間選出兩組你所喜愛嘅萬字號碼嚟組成一對就可以。例如1234加5678，你嘅車牌、生日日期或個人幸運號碼，亦都可以選為參與呢一個數字遊戲嘅萬字號碼。只需區區2 ringgit，你就可參與呢個數字遊戲。你所購買嘅一對萬字號碼組合將視為單一落注額，就可以贏取豐富嘅積寶獎金，而且積寶獎金將會一直嘅增值到有人贏取為止。萬能萬字積寶1同積寶2嘅獎金增值係冇限額㗎，你所夢寐以求要成為一位千萬富翁，極可能喺一夜之間誕生。如何贏取積寶頭獎？你嘅積寶萬字必須符合以下其一條件：你嘅萬字號碼必須係頭二三獎其中嘅兩個獎。如何贏取積寶2獎？一組必須係頭二三獎嘅其中一項，而另一組就係特別獎。如何贏取3獎？其中一組必須係頭二三獎嘅其中一項。如何贏取4獎？其中一組必須係10項特別獎嘅其中一項。如何贏取5獎？其中一組必須係10項安慰獎嘅其中一項。萬字積寶嘅獎金結構：積寶1係總賭注池55%加200萬加所有前期開採累積落嚟嘅獎額。積寶2係總賭注池10%加上所有前期開採累積落嚟嘅獎額，最低保證獎金為10萬。至於3獎、4獎同5獎，獎金派出最高為1000萬。如超過呢個數額，咁最高獎金1000萬將按照每位中獎者嘅投注額嚟平均分派，每一注為1份。Magnum。我中個 jackpot， 我中個 jackpot 啊 Hello everybody！ 喂，我阿炳啊，記唔記得我啊吓 ？Come on baby！ 老細，我哋食嘅飲嘅入我數啊！莫非你用翻玻璃濕㗎啊？真湯老豆！老豆我就揾唔到啊，萬能佢嚟補翻數喎，科啲盡情估一估啊 ，jackpot 就咁易中到。萬能科啲 jackpot。萬能萬字積寶係全世界獨一無二嘅數字遊戲。講得意啊，講得好啊！萬能jackpot咩來頭？咩來頭？係咁嘅。成雙成對好意頭啊，雙雙入圍唔使手，心水號碼湊一湊啊，橫財都可以就手啊，都就手。秀在點樣湊？中完一個都唔夠，仲要2個手拖手啊！你話係咪得人嬲啊？唔好咁快就話嬲啊 ！Jackpot 好似滾雪球，如果2個接3就啊，咁就唔算有成就，就有成就。有成就，有成就。身為4D嘅領袖，咁嘅遊戲先至手，試下跟我買一手啊！2個食飯啊，唔使手。就係咁，就係咁。去咗邊啊？有萬能有驚喜，有萬能有驚喜，有快樂。Magnum。品酒犹如艺术品鉴赏，依赖的是独特眼光，更多的是生活品味，始终追求最好的。遇上张裕洁百纳刚红，是我最美丽的邂逅。它的浓郁醇厚，跨越100年时空，酝酿世纪感动。我的生活，我的态度，我的选择。张裕洁百纳刚红葡萄酒。
青春洒满人间，美丽的河山缤纷了容颜，万丈的雄心又在飞奔，飞腾着川流不息的一年。呼啸一声，勇往直前，君临天下，威风八面，登高一跳，豪气无限，奔腾的